仔蔡总统早起是伫台中，这个台中国际机场国内线的航站大楼要来做整体改善的工程。蔡总统去参加开工动土的典礼。未来包括航站的结构、外观甲内部的空间，拢要来翻新。到时阵，旅客容纳的人数将由即卖的290万人次提悬到369万人次。第一产开工顺利，开地平安。蔡总统甲林佳龙部长拢到台中国际机场参加动土典礼，国内航厦要进行整体改善工程。台中国际机场升级，就是台湾竞争力的升级。包括国内线航厦结构，2站楼建筑改建做3站楼，每一个楼站拢会甲国际航厦连通，卖整色空桥、外观甲内部拢会翻新，有计民国111年底完工。本来248亿，现在是756亿。那你为什么说会增加这些预算？除了新的航厦、跑道，还有所有周边园区的开发。民航局指出，台中国际机场客运量快速成长，107年的运量是比106年成长超过10%。完工了后，年整体用量会当增加100万人次，有机会提悬到369万人次，提升航厦用量以及服务品质。